我们有一样的血缘，我们明明是一家人，却说着两家子的话，就让我非常非常痛心。这次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分馆，我历史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，从秦代之后，我们开始有大中华一统的概念。在之前有秦国的文化，有晋国的文化，有燕国、楚国的文化，但是从秦代之后，我们开始了有中华文化一体的概念。让我非常动心的一点是，在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，还会教中国历史，还会觉得是我们是一家人，是中华文化。但是到我这一代的时候，我是90后台北人，教科书上已经篡改了这段历史，好像变成我们有一样的血缘，我们明明是一家人，却说着两家子的话，就让我非常非常痛心。但我看到了历史博物馆中，看到他们秦国、晋国、楚国，他们有没有一样的文化、一样的文字？甚至我看到那个兵马俑的铠甲上面，有着2000多年前上面写的一个字是“鬼”字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跟2000多年前的人们交流？因为我们有着一样的文化、一样的文字、一样的血缘、一样的信仰。